他怎么会在公司啊？难道是怕别人接近顾西城，所以特地来看着他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太讨厌了。哎，干嘛呢你？对我有意见？陆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您别误会。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，我哪敢误会你呀？还有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可千万别叫我姐。以后啊，叫我陆助理就行了。嗯。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，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，一定让你走人。贺锦熙来公司上班，顾西城应该是知道的呀，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喂，贺锦熙。我看到暖宫琉璃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会尽量看好顾西城的。我知道了。新来的，又偷懒呢？没有啊。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有门路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活干完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刚擦完的。擦完的就这样啊？重新做。这周围啊，这都归你管。活干完了吗？用点心。我的妈呀！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再说他也没做错什么。哎，等回去再跟他道歉吧，然后再给他换。